我头毛有爱哦。阿雄，你到底要创啊？无啊，伊讲安尼就好啊。我偌偌阵你叫我来运动的。请问家人庙口有名的点心叫做鼎边烧，啊，其中迄个烧是啥物意思咧？鼎边烧，咱拢鼎食过啊嘛。边烧。鼎边安尼，伫边啊，叫做蛇，嘿啊，蛇，安尼应该是骨叮当应该是 A 啦， A 吧，个力。但是足歹讲的呢。啊，第二个要安怎聊，我阁袂记只啊。错，哇，因为伊摕起来的时阵嘛是有会带带，哇，错迄边的迄个手会带，毋是手会带，是迄个烧的手一直咧带。哦，哎啊，伊的华语叫看起来蛇嘞蛇错，嘞安尼呢，嘿，鼎边烧，骨蛇安尼啊，蛇，烧。你也无咧切啊？恁讲的哦，你讲，你讲的哦，你讲的，上啊，来听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骨叮当，有对唔对？心中怎么跳出来啊？跳跳来，紧嘞！来，有分数啊！龙导演搬好伊，加1万块。紧紧到我看嘛逼出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释一下。老师，嘿，拄则迄个米吼，伊是准哦，毋是错哦，米是准啊吼，准吼，细准迄准有啊，准。啊，咱这个烧吼有3种意思啦吼，先莫讲鼎边烧有3种意思，一个就是迄糖啦、蛇啦，迄种动作有无？吼，迄种动作。过来第2种意思就是安怎？你讲人热烧有无？无代志伫遐热烧，迄嘛是一种意思吼。啊，搁有另外一种意思呢，就是安怎？表示动作足慢的有无？哦，啊，伊骹手安尼，遮扫的有无？吼，对啊，但是咱这鼎边烧，当然这拄则龙德已经有讲到一部分啦，就是伊迄鼎边烧咧做的时阵，甲迄在来米浆安尼，有无？因迄个鼎安尼甲倒落有无？爱叮当迄种，嘿，安尼，嘿，迄个动作吼，形容啦，安尼，嘿，是。了解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